就你听你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较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猪脚囤足鸡调味。二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予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派的大魂。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忠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感觉世态，伊使变成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马，千百里将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宝岛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感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嘿，大家安，大家好。Hello，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有听到阮声无？嘿，哇，汉子老师，今仔日咱隔壁来团话咯，是唔？对 ，Hello， 大家好。安尼即马，我先确定一下啦，即马声敢袂使？现在声音应该 OK 的嘛？应该是拢会使。但是嘿，你讲。人要会讲话，所以咱应该爱先好，其他的人同齐讲话，大家才知影就是声讲有出问题对无？好，也是咱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有啊，就是三条六啊，大概就是做伙讲 ，Hello， 我是大家好，大家一起来跟大家讲个招呼 ，Hello， 有一条江哎，来跳江好了，什么跳江啊？对啊，今仔日就就欢喜跳江耶，跳江哦，好可爱，但那声应该是没问题啦。以后有 get 到我的点，是有 get 到我在讲啥？哦，很棒哦，嘿啊，汉吉老师今仔日真有欢喜哦，哦，嘛是足侪美女吼，参大家吼到底来讲台语点。对啊，今仔日是咱特别一个节目，今仔日讲爱有感想服务时间，应该嘛是爱有感想服务时间。以上的这个节目好互我30秒。OK， 以上节目由文化部赞助播出，对，播出我们语言那个应该不是播出来的，奉上啊，对，奉上啦，歹势。sponsor 是文化部，啪叽啪叽，啪叽啪叽，今仔日对，各位有
搁爱甲大家推销一个啦，就是咱即马若是加入一个月150。一个月150的即个迄个啥会员吗以上嘛是着你若是加150加300，啊，搁有加3200啊，拢有。就是8月时阵，咱会特别送迄个饭油，对，而且饭油呢，恁会使下一个，因为今日时间较无够，时间不够，你已经开给他们看，我刚才说，我没有想到，今日时间咁无够，就无想要互大家看，你会使介互大家看呢，对吼，然后呢就即晚若是你看有介意，你会使马上加入咱的会员，啊，若是你加3200咧，是加3200，咱就会替你写，底下就会替你写，你就要家己写，免家己写表单，就是可以不用自己写表单，然后你就是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对啊，对对，而且咱雨瑶就够追弟弟咧，安尼帮我们指有没有？谢谢，好可爱哦！对呀，我们不能说童年女神，你这样说，你这样说童年女神，你讲你今天哪个时阵就来夸你，这样很像讲别人老，不可以这样。没有，我们雨瑶永远18岁，对不对？我从1岁开始就看她了，刚满18岁。那你就应该就是刚上补习跟到家，那我们就是要来介绍一下，那应该就是说盖小姐列 VTuber 好朋友，好哦，你要去认识别人，对。汉吉老师发出的肥宅音，因为我今仔日嘛是，嘿，你讲我头拄仔就讲，头拄仔就是开始的时阵，我们就说今天要用肥宅音讲话，今仔日要用 otaku 声，对，你小弟就要用 otaku 声甲其他人讲话，对哦，因为真正是伤过欢喜啊！希望放上了后，你阁有对这个朋友，一定有，我跟你讲吼，这些人拢一定都是我的朋友，应该啦，应该是啦吼，大家应该是啦，是吗？点头一下，是啦，你看，希拉听好用力哦，一开始讲台语，他们大家开始用维斯比模式了，为什么？对啦，OK 啦，对啊，因为这四个朋友真正拢足气质的，吼，因拢甲我讲，因台语讲无好，啊，毋讲我听吼，有认得哦，韩吉老师，你感觉咧？我今天聊袂开始跟大家讲话，因为你头拄仔，我头拄仔输差，我们两个现在刚刚太吵了，我们现在要有机会给他们讲话。对啦，要来讲话一个，我们才进一步评估大家。好啦，而且你要先教人访问啊，你有互人讲话的机会啊。好啊，无安尼好啊，我们就这样子一一跟大家介绍，从猪猪的右边开始，好不好？来，首先欢迎我们的雨瑶，いらっしゃい。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瑶。大家好，夏天的夏，语言的语，我是夏雨瑶。今天很开心能够参加猪猪的活动，今日金华野到来参大家记得直播。是。雨瑶，我真正就欢喜的。雨瑶，我先访问一个，就是你。应该是头一摆有安尼的这个活动，就这个联动的这个计划，算是头一次吗？对，头一摆出通告了。这是我头一摆参加 VTuber 安尼的直播节目。嘿，才艺好难啊！跟丢，哇，这就刚想很好了。对。头一摆就开始有合作，应该是迄个。进前有一个演唱会对，有唱歌，嘿，有唱歌，有啊，嘿啊，想袂到你，是为你到你台语讲遐好，真足厉害啊！汉吉老师还有讲袂出去，是你唔讲嫌啦。真正的雨瑶台语真正讲有认真诶，雨瑶真正就欢喜你跟今仔日当来迪卡刀来耍啊，吼，希望你今仔日会耍啊，就欢喜，安尼好无？好。谢谢，哇，好气质哦！谢谢。好，安尼刷得来，是咱的米露老大，你好。大家好，我是安妮米露。今仔日就欢喜会来到这个放送，就欢喜耶！你听起来真正有一种迄个江湖气呢，真是老大，你真大诶！真正是，今仔日不是老大，今仔日还叫你大啊！就要叫大我们今天可以叫米露老大叫做大吗？可以吗？大诶，可以啦，嘛是会使啦，阿尼奇，哎呀，阿尼奇米露咧，而且米露老大咧讲这个台语真正是有够古锥诶！你平常是有咧讲台语吗？
平常时无咧讲台语，毋过我台语做练等诶。嘿呀，我嘛感觉你台语做练等的呢，真正应诶。该是袂歹。嘿呀，袂歹，就搞诶哦。应该是其实平常时会讲，对，平常时我感觉这支无够啦，机无够啦，你去买啦。有，不要不分讲诶，你语文遐你去疏通一下啦，莫卖我歹看。这话题那个你老大，真正是大诶安尼。讲啦，哦，都安尼啦，嘿啦，要选举啊啦，嘿，唔通讲出来，好，咱们低调吼。有人咧看啦，有人咧看啦。咱私底下讲就好啦。下嘿，下骹讲就好啦。下再讲。哇，我觉得老大讲台语好可爱哦，真的非常感谢今仔日咱大会当来迪卡岛来佚佗，来再次感谢咱的耶，谢谢，来三个来，哇，是咱真正有够缘投，够有够水的，我们交换2.0的露布，耶！今日团够穿新衫来咱的 channel， 真正是，好不？心意100分。系啊，大家好，我是波露婆，今日我足紧张的，因为我讲台语，平常时拢讲较好的是脏话啦，但是今日有迄文化部的迄爸爸，我听唔敢讲歹话。你头仔全部拢是讲台语，你讲平常时讲的上好的是脏话跟华语来讲，我唔敢讲。台湾专是不会点这个技能。无啦，我感觉吼，大家拢强兴呢，因为露布咧进前伫咧咱的设定的时阵，就在设定的时候嘛，啊露布嘛是讲啊，应该是无啥物认同啊，毋过你即马就是咧讲台语哦，露布，你敢知？我会晓讲台语啊，因为阮阿嬷袂晓讲国语。哦啊，所以你定定才所以细讲台汉语，时阵，你主要是，主要就是讲台语。阿公阿嬷就是讲台语。较济。哦，较济恁兜主要就是拢是讲，无讲啥物，可能有客人啊是啥，原来是安尼袂晓讲客语。哦，嘿啊所以就是台语为主。嘿，安尼袂歹啊，就是细汉时阵有讲吼，已经就是差不多是迄个高中生。哦，即马较无。即马嘛是细汉的时阵，即马嘛是那个细汉的range，歹势，就是啊，老师，即马也袂歹势，即马开始16岁，即马都系个少年差不多5岁的时阵开始，差不多5岁的时阵讲台5岁，以后就无讲，即马16岁。好啦，我11年代哦，即马对对18岁，永远的18岁，今仔日咱永远18岁吼。好啦，咱来恭喜咱的露布2.0啦，吼耶！谢谢露布，好，感谢你的邀请。别吼，来小妹一个，真正哇，有够客气，有够，这真正来和我介绍一下，来海尼。嗨，Hello，嗨，大家好，我是四季度的热天，我是海尼。你头到四季图的夏天海尼，对不对？大家来互伊一个破声呢，有啦。我跟你讲，我刚刚查的这么念，可以的。啊，因为头拄啊，用华语跟大家讲好了。头拄啊，就是伫咧设定的时阵，台你们就就紧张，很紧张，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不会讲台语。对，我无收到，你讲的袂歹，讲得很好诶。对，每一个人拢讲，你不要讲台语，即摆讲到下叫。对啊。对啊，你看即摆口碑都大家拢互你迄个爱心。对啊，海尼，你头拄啊迄句啊，有特别去学过吗？还是？我刚刚查的，我从那个爱台语查中间。哦，所以我头拄啊找无你，就是因为安尼。对。开始认真，就是开始认真开始翻书，那你还蛮厉害的。对呀，因为我们家都是讲客语跟日语，所以很少说台语。然后呢，真讲日语很强哎，为什么是客语加日语？好酷的组合哦！因为外公是日本人，然后外婆是客家人。哇！你的家族是多语系国家哎，不，我刚刚这家是支持正常台湾的那个环境，也是。可是我全都不会说
有你有详细去问，就是详细去问，大家好像差不多都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就是引导来的有波兰人，没有，不是真的搞笑，不是说的，不是，已经也是就是血统上好不好？就是有那个波兰啊，然后原住民就是很多。然后刚刚台湾人其实应该大部分，这才是就是比较平常大家的那个，只是大家都不会特别去讲，就是不会特别去讲。对，毋过汉尼他都讲你诶客话也是日本话拢袂晓讲，毋过我感觉伊嘛是应该拢讲甲下下的，就是能就跟台语一样，就是会听得懂意思。客话我嘛是小怪。可是我觉得海尼应该就是说没有啦，我真的不会讲啦，然后要讲的时候就讲很多。不过伊就去还册啊，我们今天字多系列，因为我甲因讲就顶一届整理过来，伊嘛是讲伊袂晓，结果伊看迄个，他看罗马里。伊等到讲甲上高上认真，完全没有问题。对，所以今仔日搞不好是我们的智多星了。对啊，所以今仔日大家爱在玩的时候，大家在耍的时阵，莫有压力，好不好？啊嘛是尽量讲台语哦，吼，大家加油哦！今仔日找这个同歌，所以今仔日是不是应该爱先来小改咱今仔日要耍的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呢，其实嘛。就简单呢，它就是有点像是不是比手画脚啊，那个叫什么？以前不是会有那个比较像是一较像是台语版的迄个叫啥？你是要讲超级星期天还是下回？还是对吧？过门记忆好可怕，我怎么痴呆手？就是你在迄个我们在看超级星期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活动，就是你无看到迄个书。但是你爱用迄个头一个字是叫啥？对，迄叫啥？迪卡？对，我感觉迄曾国成陈哥即嘛是有。这讲太详细了，你讲迄个收尾描写讲出来嘛？一个是虾米字啊，类似什么智多星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我直接讲，好啦，就是今仔日就是以意传承，就是我们准备一个用台语的新词，咱华语拢知影要安怎讲，但是一到台语就KK，就唔知影要安怎翻译的词，就好大家。咱今仔日有10题，就是我们今天有10题，就是那种我用华语再说一次，就是我们用华语讲，我们很直接就可以讲出来，但是我们台语呢，我就会想一下，比如说，大概刚怎样，1元2次方程式要安怎讲？可是我们今天为了低卡，好不好？我们为了低卡，因为上尾爱又出就是的这些答案主要是低卡，所以我就想说，为了不要为难他，我们今天因为今天不有数学，不有英文，就是我们今天不会有数学，也不会有英文这样子。我会出10题，今天有10题，就我们有10题。台语的词，但是呢，你伫团的时阵，你袂当用迄个，你袂当讲出迄个词。头一个就袂当用华语，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袂当直接讲这个词。对。就算讲你真正知影这个词的台语要安怎讲，你嘛袂使讲，安尼。就你爱用台语去解说。对，迄叫做啥？头多少位？不是古迹抽烟呐！为什么刚才有人说的不是古迹抽烟？不是你们给一个有用的资讯好不好？迄叫啥？我不给记得，反正就是以前有那个不是比手画脚，有啦，叫啥？小蛋可以查看嘛，你们可以就是。我相信我做完应该拢听有啊，对，我们的组员们都了解了，对不对？吼，他们都很聪明的，是。有问题亚秋有问题的举手，结果大家就下雨瑶可以就举2只这样，其他只能眨眼，其他有问题眨眼，对，哎呦，是，对，那么应该就是安尼，应该差不多要来开始了吗？今仔日主要就是先跟大家讲，我们会有10题，对，逐题呢，咱无限定讲，你一定要讲几分钟，就是不用一定要几分钟，这样子，对，可以随时间自由调整啊嘞，是，然后呢就是大家无问题，我们先咱得让秀蹦先移到就是咱的挑战区啊，我们可以先移到那边。
好，那来么我稍微再用华语跟大家说一下。总之呢，我们接下来的传话节目差不多要开始啦。那么来宾们应该也准备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要到我们这个传话的这个视窗哦，麻烦大家喽。对，咱即马到这个所在，我们今天呢，因为是按照路谱，今日是头一个，因为咱头段呢，就是害情的时阵呢，我们的那个，就是我跟大家讲说，我会分享题目给他看，伊无说你看到头一个，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已经是第一棒了，然吃其就，我懂啊，路谱拍谁麻烦你啊，我准备好了没？拍谁啦？准备好啊，准备好啊，准备可以，OK 啦吼。然后呢，就是其他的人，对，恁敢有爱战术性讨论，恁敢有要换棒次啊呢？还是胖次？等下说啦，胖次，我的意思是要换胖次。我就要低卡没有可以跟你们换的，对吧？对不起，我们不是，我好了，我那么胖对。这不是丢掉，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讲，就是有人要换顺序吗？就是起码恁会使先讨论一下。可以吗？可以吗？还是目前我们就以这个棒次？看不懂这个顺序。好啊，这个顺序呢，就是我讲话嘛，所以头一个就是路谱，第二个就是你，对，第三个呢就是米露，第四个是雨瑶，所以就是1、2、3。6、4、5、6到迄个低卡是上尾一个。对，我们不是转一圈的。而且在传话的时候，地瓜老师他会把听话的人跟讲话的人的牌子放上去，所以大家会很明确。对，我们其实会放。对，所以你要换不？有人要换不？无要换就会开始哦。我刚刚我伫遮爆炸，爆炸吗？爆炸！来，海尼，你讲你要换到倒位，我帮你换。因为即摆上尾应该一定爱是低卡，小等若是有人要，就刚刚其他的人会使换上尾一个，会使就是换。安尼，雨瑶甲我换。好啊，雨瑶，请问您方便跟我们海尼换个位置吗？敢袂使？好啊，会当啊。好，来换起来哈。换起来。好，我来帮你们换。来，一手，来，雨瑶就在这里。而且雨瑶是可以也可以摸掉不破布的。对哦，雨瑶是可以穿摸，然后过去摸就是那个路补的哦。对，对，用搞我摸，摸到，好有趣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嘿，你讲，是伫咧传话的时阵啊，我是爱讲同款的话，还是我会当够加入我的解释？对，我捌你的意思，你会使，你若是知影你的迄个会使加数，你可以加字，你们可以加，你们不一定要用啊。如果你听不到加数，加数，为什么听起来很狠哦？他都要写个下雷口，太狠了吧！听起来那个你们恁会使家己加，对，但是你若是听无，你就原话照传，好不要紧，嘿，把紧，好，对。好啊，咱个做完都准备好啊，吼，交互你哦。好呀，好，交给你们了。好，那猪猪可能要先静什么静听。我们现在呢，将收尾迄个拢爱闭下班，然后大家要拒听，然后除了路谱之外，所有的人都要拒听，然后所有人都要那个。好的。对。好，那我们开始喽。小蛋收尾人拢 OK 了哈。好，路谱你这把调我一下吧。韩吉老师，我先拒听一下，干你哦。没有。你就直接拿下来就好。对，我们对，你拒听了，打给我家门问，我没给你啊，太痛了吧？什么意思？喝啦！我们等下，我要开 ASMR 台，就所有人都在这里。对，我们要节目结束，拍谁，来，我耳机拿下来，加油！不要休息你今晚听我一下哈，我今晚回馈，你头都有看到我们的题目了，对不对？其实我没记你啊。我觉得太快了吧？好，那你现在再进来看一下。OK， 这个物件，你应该你即摆应该有收到会使不要再讲了，对不？敢会伤困难？有困难对，有困难。好，对，那没有办法，就是你需要时间讲吗？
你袂甲我讲啥哦？啊，我家己讲哦。甲我讲啥？就是我即摆甲你，无，这台语，这毋是台语，这是迄个华语。对，即个就是叫做书形容对无？对，你要甲伊形容安尼。好，你感觉这有困难无？有呢。狂妄的笑声，要学我以为你会跟我讲一些形容词所以我是超级讲的人哦。对不？对，你爱家己想，你要自己想。我爱家己想哦，好，很困难啊，很困难吗？还可以吗？有困难对啦，唔知要安怎讲哦。我呼啊是俚语哦。对，它是日语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啊呢。对，我先给大家看。好，我们的题目是，等一下我用一下那个，我用一下。你安尼拍出来，敢迄迪卡因会看到？对，所以我刚刚我头段我甲因讲着卖看迄个画面啊，他们不会看。对。我先坑叠加，我要用极丑的，就是新细明体荼毒大家。来，好，安尼会使，你敢有想到啊？你准备好再甲我讲。你前面安怎讲？好，我就短腰嘛会使嘛。短腰，好啦，省，再省啦，好啊。短腰应该是撞生词，撞生词啊，安尼。OK， 但是短腰应该较舒服。讲出来啊，这甲这个物件的口感应该嘛有淡薄啊无共啊，对啊，应该嘛有一寡差距啊，对无？松饼的台语叫做啥？松饼？碰。进前高有讲过，进前迄个我头好痛哦！前世纪你看嘛，有参加一个以身传声的节目，内底是讲碰饼，但是碰饼内底嘛有少济，就是碰饼其实内底嘛有少济，对，就是煮足济物件的，参像迄个台南的迄个内底空的迄个嘛是叫碰饼，对。有人讲美国碰饼啊。好不？OK， 美国碰饼，OK。蛋白要安怎讲？两个白色。两倍。我现在真的泄题好多。会使，我准备好。你准备好啊？那你要叫鱼瑶啊？好，来。来啊！好，鱼瑶，你准备好啊无？好，我准备好啊。好，这是一个食的物件。甜的，甜的物件。伊有小可参像迄美国的碰饼。参像碰饼，好。美国的碰饼哦，毋是美国一般毋是一般的碰饼，是美国的碰饼。有一角的，迄种。是有毋是一角的，但是迄无毋对，你聪明。是迄种物件，参像有一角的碰饼，毋是碰饼。是迄种物件，但是迄种物件无问题，但是无一角。伊有用迄两倍，两倍就是两倍。迄我知。拍到迄断腰。西坡。断腰的感觉。亲像是美国的碰饼，无一角，安尼是薄的，还是真厚的？真厚的。我你知影吼？知影呀！
伊是毋是顶悬会放真侪水果？嘿，你会放水果啊？有放水果迄种诶？嘿，对，安尼我敢若是知影是啥物物件，啊，毋过要安怎讲咧？啊，照讲好啊！哦，就快讲诶。哼，我顶讲一摆，你甲我听一下好无？好，伊是一种伊是一种亲像鸡卵糕诶物件，啊，毋过伊毋是鸡卵糕，伊加高会用两杯拍打西铺去做诶。对。安尼讲，你感觉应当听有？我感觉会使诶。你个会，你个个会当讲迄水果。哦，爱讲有水果吼。系啊。好，安尼伊是一种甜诶点心，亲像鸡卵糕啊，伊是美国诶碰饼迄种诶，无一角一角是厚诶啊，有真侪店顶悬会放足侪水果，是用两杯拍成泡做成诶。安尼，你讲诶，佫较好诶呢。那我即摆是，哈，即摆已经好啊啊，我会记咧，哈，我会记咧，下一个哈，听我歌会记，是一条歌呢。好，那你路谱即摆甲我迄个秒调，我爱找安尼起来啊，我关麦，但是麦，我关麦，但是关麦会使嘿，但是你袂使停讲哦，啊，就是安尼，来。来啊！大家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好，那我要来讲啊，伊是一种甜的物件，亲像是鸡卵糕，啊，毋过伊毋是鸡卵糕，是搁较亲像是美国的碰饼，毋过伊无一角一角的，伊是厚的迄种碰饼。安尼敢有听有法啊？碰饼的顶悬，迄种碰饼的顶悬有。嘿，迄种碰饼的顶悬有真侪店会放足侪水果，啊，碰饼伊的有水果，碰饼伊会做法是用两杯，啊，鸡卵有2个到2杯，伊是用2杯拍甲成泡做成的，拍甲泡，对，拍甲有泡，拍甲圆圆。倒伫咧鼎顶悬，甲伊蒸伊好，我知影，有想法。嘿，我听到，我知啊。鸡卵糕，水果，碰饼。是亲像鸡卵糕，也毋过伊毋是鸡卵糕，搁较亲像是美国的碰饼，啊，毋过毋是薄的，是厚的。啊，我知啊，我真正知啊。OK， 小话。OK，即摆下一个啊，下一个啊，来，紧，有够好笑的，好啊，来啊。Hello， 你好，你好，你敢有听到我的声？我有。OK 吼 ，OK， 这个物件亲像鸡卵糕，毋过毋是鸡卵糕，伊亲像美国的碰饼，毋过毋是薄的，是厚的，伊的顶悬有足侪水果。伊鸡卵糕有足侪水果，亲像鸡卵糕，毋过毋是鸡卵糕，亲像鸡卵糕，毋过毋是鸡卵糕。Yes，
顶悬有足侪水果，伊是高的，高的。顶悬有足侪水果，伊是高的。高的，高的 ，yes yes。好你知伊是啥吼？鸡卵糕。伊是鸡卵糕，毋是鸡卵糕。伊是鸡卵糕，毋是鸡卵糕。伊是鸡卵糕，毋是鸡卵糕。Yes yes，对。いいよ、もう言ってください。いいよ。わかった。オッケー。頑張ってます。加油！拜拜！加油！头都要滑雪下面代志，现在熊妹蝶，为什么是打气？好，我们给我迪卡来啊！我们祝福他。大概会使小等呢，小等迪卡来。迪卡，伊讲我咧看，系啊，迪卡。小等下，我即马首先该打电话给伊。迪卡是困去是吧？我真正是问号。迪卡，小等我者哦，伊人无去啊，什么意思？你即摆讲会记你，你刚讲会记你，海尼加油啊！真笑，你搞会到笑啊！迪卡 ，Hello， 嗨，你想过啊？救命！我想过啊，太讲会记，快记，有啦，我想讲，我以为你会切过去那个，没事，不，你先讲，好，来，好，伊是鸡卵糕，哦，是一个鸡卵糕，嘿，毋过伊毋是鸡卵糕，哈，你是鸡卵糕，毋过伊毋是鸡卵糕。顶悬有足侪水果，哦，是鸡卵糕，啊，毋过毋是鸡卵糕，伊的顶悬有足侪水果，嘿，好有足侪水果，对，啊，伊是高的，伊是高的，就高的，足高的，很厚，足高的，哦，伊足高的，是鸡卵糕，但是毋是鸡卵糕，伊是鸡卵糕，毋是鸡卵糕，胖，足高的，有足侪水果，足侪碰饼吗？伊有讲啥物碰饼？是碰饼吗？碰饼？伊讲大碰饼。哇！你刚才几个字？几个字？我唔知几个字？刚，唔是碰饼刚三个字吗？是三个字吗？阮感觉坑，你爱有啊无？好，你刚刚是啥？唔是碰饼，就是舒芙蕾啊！因为伊足高的啊！对嘞，大家会使先开麦克啊！你即马确定啊吼？毋是碰饼就是。你刚刚是啥？你互大家，迄个，你互大家公布你家己的答案。就你有啥秘密啊？等下哦，唔知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嘛？对唔？对啊，我头嘛是一直在想讲，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说是几个字？歹势啦，我袂记哩啊。安尼我刚会当问头一个路补几个字？有几个字？不行，你现在袂使，即摆袂使啊，即摆袂使啊。安尼没那有。不，你现在就是残酷2选1了。你即摆有
宝贝什么意思？即摆卖黑白宝贝即摆已经暗时啊，今仔日中完节咯。好啦，安尼我得要，等下有水果是，毋是鸡卵糕嘛？毋是鸡卵糕，好无我又舒服咧。人家是舒服嘞呢。这真正是我2选1，因为头拄仔碰饼甲舒服咧，就2选1啊，我才又对啊。这真的是乱拍的啦！迄个啊，你中间，咱来问每一个人的答案好啊。好哦。雨瑶，你头拄仔听到的时阵，你感觉是啥？舒服呢。哦啊，有头拄仔讲嘿，你讲。因为伊讲伊是碰，而且美国的碰饼，本地叫做是有一格一格迄种碰饼，啊，毋过伊讲有一格一格，那呢就问是薄的还是厚的，还是厚的就是舒服的啊。哦，我感觉伊有足厉害的呢，对，伊头拄仔足顺的呢，伊头拄仔足顺的，头拄仔下一个是啥？下一个是，你说什么？而且就是咱的那一段。安尼去，对啊，你头拄仔右啥？嘛是舒服的。基本是大家就厉害。好你加载我无用唔掉，要不然我就烂尾了，你知道吗？我看你头拄仔听嘛是舒服的吼，但应该用差不多啦。我感觉是但因为我唔知下面是碰饼啊，碰饼就是松饼，对，碰饼对，碰饼唔那是松饼啦，碰饼原本就是台湾的一种假米啊，就泡古年的迄种嘛，就是烟管。你应该有吃过啊，就是进前我有。对，伊就是迄个甲伊做甲碰碰，中间是空心的，嘿，对，啊有人会泡迄个牛奶食，安尼。好，就会起来碰饼，对啊，其实松饼好像也叫做碰饼嘛，对不对？美国碰饼，就是伊爱头就加迄个，刚刚是迄个碰饼，对啊，汉堡除了会使讲汉堡加嘛，是会使讲迄个美国挂包，就是加在一起。啊，他拄仔路不是又啥？我没有啊，伊会直接看到，对，他伊头一个，啊，你当阵你不咧讲的时阵，我就偷听无。有啊，我就问迄地瓜老师讲，迄地瓜老师大意是叫啥？我有放水，我有小瓜迄个放水的讲。哦，对，你的讲美国碰饼。哦，我有偷偷的放一点点水。哦，但是这头一个应该算是嘛讲算是迄个吼，算简单吼。无啦，我感觉无简单，我差点烂尾，你知道吗？因为我就2选1懵到了，我那是要碰饼，我就要自尽了，你知道吗？对啊，会使啊，哦，大家应该够顺啦。有啦，可以，我们第一题可以了，组员们很棒，对，是啦，是啦，已经了 good drink， 你也快买呀嘛？你是讲袂使讲迄同款的熟，有啊，伊无讲舒服嘞啊。嘿，安尼记有甲我讲，唔是碰饼啊？什么意思？你在用华语讲不要紧。他刚刚有说不是碰饼，然后代表有讲到碰饼的词，就不会是碰饼。哦，对，我那喜欢呢。我们有些就是有些人就是急中生智，但是有些人会急中失智嘛，这也是正常的。雷毛那么有点长，我已经快失智了。不要紧。我们是这种就是丢给时阵就失智的人，所以我是很知道的，对。大家都是啦。没有，有些人真的急中生智，我跟你讲，头都要些语谣，真的是。秀了一把，很厉害，真的，没有啦。那这样子的话，那第2题来，我们是要啪嚓，换一个。你应该 switch 选手哦，你们要换人吗？来，我们第一棒已经入补，已经谢谢你辛苦了。来，我们谁想当第一棒，还是猪猪自己决定嘞？
啊，余姚你试看卖无？好啊，有试看卖好。我来哟。好，敢会使？安尼大诶，安尼就大诶。来试看卖。但是对我遮就死去要安怎？无，我对你有信心。好，不啦，因为有死去可能。伊死去嘛，有可能是因为迪卡袂晓叫啊。嘿啦，我啦，吼，我害啦，你好无？其他你备注好不好？都算咱嘿，算我嘛有可能是我做伤困难啊，对不对？嘿，莫紧张，莫紧张，吼，对，那以后敢会使？马点，好，好，马点往外试看卖。可以啦，我对余姚有信心，吼，来，你先看。你现在做起来紧张啊！你头拄仔足厉害呢。啊，敢有啥要换无？米露大，我要唱海年换一个位无？敢要换？会使啊，都会使啊。来对，我在我边啊！来，海年第三档，好，高红你啊！第二题，大家加油，拜拜。哦，大家咧，即摆大家使瞄掉拒听啊，就存迄个余姚哦。来，大家再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我看卖咧。来哦，第二题，小等我一下。小第二题。这边但是我甲伊讲，就是这个物件原本就是台湾的物件嘛，所以伊其实是台语词，它是台语词。对，不，这个是比较趣味的东西，这应该不是些啊。你有需要我帮助你的地方吗？这边安怎讲？伊是种的物件啊，内底有土豆，啊，搁有零。你干嘛先讲，向大家讲这是啥物？这是几个字？这是三个字啊，伊是一个甜的物件啊，伊的国语的字大家敢若拢袂对拢袂当我感觉这嘛是一个你的想法，你嘛是会使头一个字是一个动物安尼讲，我感觉好，对，我感觉是这个方向。伊袂当讲着牛奶这款这个牛这个字嘛？会使讲着啊，你莫讲贵的字就好啊。对，我的意思是安尼。伊是台湾的一种点心啊，伊是甜的，有三个字啊，内底有土豆啊，伊的头一个字是动物，是啊，生肖怎么讲？生肖，玄奘跟生肖有关系。第二个生肖，生肖哦，你说生肖，你说生肖气牛后头的迄个气牛后头，我的牛会当讲嘛，牛会当直接讲嘛，对，牛会当直接讲。安尼我就讲是，歹势，你直接讲生肖怎么讲？台语，你是想要问台语sao？就是生肖。生肖，讲生肖，啊，讲有生肖，伊是听有，敢听有，12生肖。气什么后头零蛇？安尼敢袂使？8十分。会使，我就安尼讲哦。8十分，好你过啊，好你过。好，然后你感觉安尼我当。安尼就会使啊！你遐尔厉害，应该是啊，我会当讲的，拢你是全部啊。我叫陆普来啊。小等者，我甲伊叫。好，陆普，你敢有听到我的声？我有听到。哈，这个物件是三个字。伊是一款的台湾的点心，伊是甜的，内底的成分有土豆，伊的头一个字，迄个名的头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是起啥物好土零蛇马样高低到底的迄个啥物？你敢有听得到？
敢有听有法？好伊是一款的点心三个字。好，加有吧？嘿，伊是甜的，内底有土豆。好，有土豆。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是一种动物。动物，哦。迄个动物是鼠，啥物虎兔龙蛇马羊，迄个啥物第二个物件是啥物？我真正就歹势，这我无听过，我毋知迄是你啥。无听过？我毋知迄是啥。一个动物。鸟鼠的后一个是啥物？鸟鼠的后一个牛。迄头一个字就是迄个牛，甜的。三个字的点心。喙齿黏黏。吗？伊有点点。食的时阵会黏喙齿。好，安尼我知啊。但是我要安怎讲？我想干巴着，你要顺一盖无？对，我要顺一盖。伊是台湾的食的物件，伊是甜的，一种点心。伊的三个字，头一个字是迄鸟鼠的后一个动物。安尼，伊食的时阵会黏喙齿。内底有土豆。内底有土豆。好，安尼会使啊。应该拢有土豆吧？我无看过无土豆的。应该是有，但是我拢无咧看。好，来，安尼，好，安尼应该是会使啦。会使。那呢，我就叫后一个人哦。好，来哦，加油！好，感谢。嗨，你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好，这是一个台湾的点心，伊是甜的。台湾的点心，伊是甜的伊总共三个字。台湾的点心，伊总共三个字。对，头一个字就是鸟鼠的后一个动物。头一个字是鸟鼠的后一个动物。你敢毋知是啥？知。好，伊食的时阵会黏喙齿。好，我知是啥。内底有土豆。迄我知是啥啊？是三个字。有。你要顺一解无？好，迄是一个台湾的点心。三个字，还鸟鼠的后一个动物。对。好，安尼。食的时阵会黏喙齿。伊是甜的。食的时阵会黏喙齿。对，内底有土豆。对，100分，好。交互后一个人。好，交后一个人哦。嘿，有听到吗？有。好，迄是一个台湾的点心。嘿，有三个字。嘿，好，弟弟，好，弟弟，第一个字是鸟鼠的后一个动物。好，鸟鼠后一个动物。黏喙齿。黏喙齿。黏喙齿，你知啊吗？我知啊，是那个莫里纳卡呢。OK。厉害，
来我叫起来啊。OK，啊个上尾迄个大木王来啊。就稳的呢，我感觉这题就稳的呢。大木大家应该对，大家应该就是拢 OK 啊。好，应该伊嘛是就迄个。迪卡，宝妈妈，来，伊是OK，好，都爱你讲，好，我讲啊，好，这是一个台湾的点心，哦，台湾点心嘿，有三个字，哦，有三个字，好，甜甜的，甜甜的，第一个字是嘿，鸟鼠后一个动物，鸟鼠12生肖老鼠后面的第二个讲华语啊，拍谁，我真正是，等你哦，伫鸟鼠后边的这个动物，嘿，刷落来，搁有刷落来，你家己想，牛，甜甜甜甜的，四角旗，四角讲四角曲，四角发四角，嘿，伊是黄色的。应该是好，我应该差不多，你敢知啊？应该知啊，应该，我知啊，应该就是迄个。因为大拄啊，比如都爱讲头一个字是牛嘛，就是台湾的电视，台湾的点心头一个字是牛的，应该最有名的迄个牛軋，这台语你哪讲啊？牛軋头怎么讲？牛軋就是牛軋糖牛軋糖伊其实原本底是大意思啊，伊就是生做就像伊在迄个牛啊顶管的牛軋糖，所以它其实叫牛结糖。好神奇啊！大家使开麦克啊！哇！所以我有掉吗？你这个水哦，有这个水哦，水以后下雨要等在我后边，我就不会给它放水。你常常讲，我可以这样讲吗？我想讲，好啦，心软一下。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会对吗？每个人都要猜对了吗？因为头前讲到最后啊，吗？嘿，不是牛奶糖，上公布泥糖，谁？嘿，拍摄我无讲有头刀所以有头刀有头刀，不一定有头刀，头刀个会凉脆，嘿，凉脆气，凉脆气。不要紧，系大个传到我遮的时阵有讲，鸟鼠后边迄个动物，我找到有人讲牛舌饼，牛舌饼有可能，你个好笑，好像以后粘牙齿。哦，粘牙这个很关键诶。阿姆哥喝在嘎仔，我不是差牛舌饼，我又要致敬了，我真是。牛軋糖啊！哦，牛軋糖，牛軋糖，以前就是叫牛軋糖啊，然后到做吃饭变牛軋糖啊。原来是安呢。哦，是牛軋糖啊！牛軋糖，原来牛軋糖的这个台湾真字是这样写，大家一定记起来哟。吼，牛姐，牛对啊，牛姐嘛，你刚说牛开吗？牛开的，牛开的，牛开的。喝这滴水哦，这滴水哦，没办啦，这个大概就稳呢。大概就稳的呢。哎呀，比我想象中还要稳呢。对啊，你起码吹掉必胜战队的那个顺序，所以要把大家拍乱。来，韩琦老师，你这里拍乱来。哦，主要是我家己调整下。你家己调整，不要紧。那呢，我后下也要上尾一个。可以。你想这听起来就是在救全部的人的啦。哎呀，你家你来团。我先来团吗？我头一个吗？没有，我们要混乱邪恶。好，来。不，我应该爱和迄个大你伫我后边好无？好啊，来大先。我头一个啊。对，温克里啊，好，温克里第一名，你第一名，牛泥糖第一名，牛泥糖第一个，牛泥糖第一个。他那个牛很关键，对。第
底下我弟他好像很。你知道吗？很肯定的说：“哎呀，是牛奶糖，我要留耶。”我连后边球，然后有够好球。好啊，第三题哦，第三来开始啊！大家请替我地上起哄，好不好？我们先大家先瞄先挂起哄，大家拜拜，拜拜。我嘛会使换位吗？哦，你嘛会使换，你爱换，会使，你爱换的都使。还是第二个？哦，会使啊，稍等下哦，我看嘛会使。然后呢，底卡伫你的后壁无？好啊，你甲底卡换。好啊，无问题。起码迪卡没使叫啊，他也没办法跟我说，他也没办法那个反抗了。好，那就安尼，好，那来开始啊哦。好。第三，秘鲁聊到你填我的声哈。有。那我开迄个第三题。好。嘛是一个假米，好不好？假米。一个假米就是食物，哎，这物件。先让我听到你下颚移动的声音。我刚喝酒。等我一个。稍等你姐 ，OK。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决定的，第二个字是水果的后壁，安尼会使吗？安尼会使无吼？但是我感觉你安尼讲就稳啊，就顺啊啦。哦，袂使安尼讲好，这是一个，这是啥物物件？这是啥物物件？你毋知？你会使讲水果的第二个字是啥？啊，安尼应该就会使吧？土豆的朋友，土豆，就是土豆的朋友。我应该是土豆，算是其中伊的成员的一种。土豆是成员的土豆应该是对，土豆应该是即个物件，应该是会使讲足济，譬如讲迄个你的名叫做啥？阿尼杏仁，对啊，就是杏仁嘛是一种即个物件，土豆嘛是一种即种物件。我会使讲，我会晓讲啊。我会晓讲，你会晓啊？好，那你我叫下一个。好，你叫迪卡来。好，迪卡。好哦。迪卡，你敢有听有？你有听到哈？这是一个假米。我吗？我甲你讲，这两个字，这是一个假米。哦，两个字一个假米，嘿。我嘛是伊的朋友，土豆嘛是伊的朋友。伊过年的时阵大家食伊伊有足侪朋友凑做伙，就好食。哦，这是一个假米啊！你是伊的朋友，土豆嘛是伊的朋友，啊，搁有咧，你讲几个字？两个字，有一个朋友食了会欢喜。哦，有一个朋友食到会欢喜。伊的名叫什么？伊的名叫做啥？欢喜啥物呀？好，两个字，过年的时阵，嘿，过年时阵会食。阿公阿嬷会食。嘿杏仁嘛是伊的朋友，土豆嘛是伊的朋友。错。嘿，大家拢是伊的朋友，两个字，好，就安尼团吼，安尼吼。对，安尼我记得啊，好。OK，好，我团入去。是啥物物件？我现在闭目养神，我怕我忘记啊！操嘛！好，海尼敢有听到？嗨，海尼来，我紧团落哦。两个字，吼。
啊，这是啊，惨啊，头拄都还讲啥？应该是啊，我知影，应该是过年的时阵会食到。两个字啊，这个物件吼，杏仁，你敢知影是啥物件？杏仁是伊的朋友，土豆嘛是伊的朋友，大家餐做伙拢是伊的朋友。啊，两个字，这个物件叫做啥货咧？敢知？希嘿，搁要来一摆无？杏仁，嘿，杏仁是伊的朋友。是啥？杏仁是啥？杏仁就是要怎讲？啊，是米露。对，你刚知？嘿，就是迄个朋友啊，土豆嘛是安妮记的朋友。对，是安妮记的朋友啊，土豆你刚知是啥货？土豆我都照袂记的。土豆嘛是杏仁的朋友，嘛是即个两个字的即个朋友，吼。啊，过年的时阵会食哦，大家都会食哦，吼。啊，就大家都会食。嘿，啊是就欢喜哦，有一个就欢喜的物件嘛是会食哦。欢喜诶，就欢喜的物件嘛是嘿，拢是朋友哦。欢喜诶，伊是欢喜的朋友。对，有一个朋友嘛是叫做就欢喜的，安尼我毋知是应该是迄个物件，就是安尼。还你刚会使 ，OK 吗？还是我真正是，好，是咪我信，我跟你我信。安尼不要紧，还你只要讲这两个字过年的时阵会食。好啊。嘿，是杏仁是伊的朋友。啊，土豆嘛是，朋友，土豆朋友，杏仁朋友啊，餐做伙吼，大家拢足欢喜，斗阵食即个物件，对。欢喜斗阵食，欢喜斗阵食，对。你加油！唔知是啥，好。安尼，搁要讲一摆无？还是要传啊？土豆朋友。土豆朋友，杏仁朋友，杏仁朋友。啊，过年的时阵会食。好，两个字哦，爱讲哦，两个字吼。海尼 ，OK， 搞你哦。OK， 好哦。Hello， 阿姨，有听到吗？好，两个字，伊是过年诶时阵会食诶，欢喜会食诶，可以啊，土豆诶朋友。杏仁土豆的朋友，土豆的朋友，过年的时阵会食，欢喜的时阵会食，啉酒的时阵嘛会食吗？啉酒的时阵嘛会食。我唔知土豆杏仁的朋友，杏仁米露安尼个米露的朋友，米露伊的名。米露的朋友，两个字，两个字，我唔知是啥，你唔知是啥？感觉是啥物豆豆？感觉是一种土豆，是一种豆。我本来是有迄开心果，但是听起来袂使讲欢喜。两个字就是嘛，毋是土豆。伊
就搞啦。安妮米露的朋友，嘿，米露的朋友啊，嘿，土豆豆朋友，参像土豆迄种，两个字。有一个餐座位。好。啊 ，together 叫哎。一緒にwhat？土豆丁丁诶，加啥？米露的朋友心灵together。together。呀。together。OK， 一緒に。这拢唔是台语的。一緒に。就是抗作会啦，就是抗作会。甲迄土豆，甲迄杏仁嘛吼，拢会抗作会，就是迄综合坚果类吼，对吼。我唔知，因为我真正唔知是啥。安尼我知是啥。好，你好，我会使啊。好，你加油。好。嗨，你好，这是一个一个食的物件，两个字。食的物件，两个字，食物件。好，过年的时阵会食。过年的时阵，嘿，较侪人伊敢是甜的？毋是甜的，但是伊愈加愈芳，伊会愈加愈芳啊！就会配茶啊，配茶配酒啊。过年的时阵，就会放伫迄客厅的桌顶迄种。啊，但是伊毋是安妮米露，啊嘛毋是土豆，别项的。毋是土。伊就是会一包的，啊，放足侪物件，放土豆。伊是啥物色的？啥物色的哦？咖啡色的。咖啡色，还是毋是鬼啊？伊是土豆的一种，嘛参像土豆，嘿，佮有迄，伊就是一包啊，会放迄安妮米露伫内底，啊，佮有放迄土豆伫内底，啊，甜甜的，愈加愈芳，啊，配酒啊，还是配茶啊，嘿，互人客食的。伊是土豆的一种，愈加愈芳。嘿，我无想法呢，咖啡色的，土豆过年节。对，伊是一桶的，啊，中下嘿，伊内底嘛有放一种甲土豆共款的，欢喜的时阵会食，迄种，但是伊这是两个字的。不是开心果。嘿，毋是嘿。两个字。嘿，对。里面会有，不是瓜，那个瓜子。中下的。中下是啥物？中下。迄就是会更多啊！完蛋了！迄就是综合的，都叫综合啥？综合两个字。综合瓜子。伊本底是四个字啦。就这个物件，你会使是四个字，头一个字甲第二个字会当是综合安尼，嘿，啊，佮有第三个字甲第四个字，就是你要摇的。坚果，综合坚果。我感觉是迄啦，嘿啊，我毋知我摇。你感觉是坚果？我摇的，嘿。我猜坚果是可以的吗？我嘛是摇坚果，嘿，会使吗？你即马讲有啥物想法？咱先转去迄个头前，你刚刚是啥？我大概使开麦克啊，先开麦克。你刚刚问题是为倒位出来的 ？Hello， 是坚果呀！来，坚果还有什么？你要确定哦，好好离手哦。大概使开麦克啊，会使开麦克啊。两个字，这个来以后过年吃的，刚有想法。我只想得到坚果，你即马就 panic。我只想得到坚果，还有什么过年吃的？确定哈，确定哈。生人，可是生人不是咖啡色的，生人是红色跟白色的。生人这个车龄藤，你竟然
遐尼啊，嘿啊，我哪有我无遐，我袂考遐尼专业的物件啦，寸枣啊，对啊。咖啡是有想到寸枣，但是它不是花生那类的。来，啊，所以对啊，所以玉瑶，你感觉是啥？我给你有看卖呀？我较想要听讲，你感觉是啥迪卡？哇！你头仔咧讲啥物件？因为迄当阵就好说诶，比如大就讲过年时阵咧食诶两个字，然后到好说了伊讲我是伊诶朋友。偷偷嘛是伊的朋友，大家餐做伙，就欢喜的。伊当时伊讲两个字，你讲是啥物件？你讲是啥物件？我讲问题就是你。你讲是啥？因为我唔知影，迄个物件要怎讲？你知影？台语真正唔知要怎讲，所以我想讲好，我就参。哦，你有怀疑讲，你讲是啥物件？我就想讲应该是。杏林啊，毋过伊讲杏林嘛是伊的朋友啊，就是综合的什么坚果类的嘛，毋是吗？你刚才讲什么？毋知要怎讲，我想讲坚果台语要怎讲？对啦，就是坚果啦，坚果的台语就是杏仁啦，杏仁的仁啊，丁是头前迄个字叫丁，叫丁，加起来烤的啊。你看杏仁就是的嘞，我刚连杏仁都听不懂。海你有讲是米露大诶，你有讲是米露大，你应该听有吧？对啊。没有我听不懂，然后你就提到，然后我就说啊，是米露吗？我刚刚大又是你的问题，好啦，是我的问题啦，系啦。啊，不过现在是回来了嘛。来，咱陆部，甲咱救回来啦，陆部啊，真正。即马三垒全垒打哦，有够，水啦，有无？水啦，系啊，哦，这中间第四，嘿对，中间问题就是你啊，系啊，无啦，系啦，不要紧啦，你看好算嘛，你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我要好笑，救命！系啊，来，系啊，对呢，我现在后边拢摇会出来，但是我刚刚你是捌摇，你是懂猜的呢，你是舞狮组的懂猜，我你懂猜呢，你还蛮厉害。你讲语谣吗？没有，我说你，我讲你就厉害。你是开摇有，但是你团你唔知团啥。无啊，因为米露大迄团的真正有够高追，我一定要团落去，你知无？因为伊是大的。但是我刚刚伊讲的，我听有，伊是讲，我感觉伊是讲这嘛是我的朋友，啊，头头嘛是伊的朋友，听起来就知影讲是一种啊，其中一种的意思啊。我就唔知咧，坚果变哪讲，我想讲惨啊，你变哪团啊？啊，毋过我想讲啊，就趣味的这个大的这个讲话吼，团落去就对啊。系啊。好啦，你有听到不是安妮米露？系啊。对了，多谢大家，好，我们传回来了，谢谢。哎呀，太神啦！准备后一个对吧？来，太厉害啦！谢谢你们，哇！但第四题已经不是迄个哦，第四题就不是。其实传到我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不要紧，海尼我跟你讲，吼，最后吼，答案是对的，安尼就对啊。你头头讲加油是好的。头头讲加油哦，完全没有呀，完全无想要甲人救啊！有够好笑，你看海尼嘛就厉害呀，对。然后呢，就是第四题开始就不是食物咯。然后呢，你爱想头前是想，你们要放谁？我看一个哦，海尼，你感觉你要看倒位较好咧？海尼。我看头一个就爆炸，应该嘛是要啦，爱试看买啊无？系啊，你这混乱邪恶嘿！后来咱今日就升到第5题，啊第4题吼，那我们现在那个排列组合，你想要好对哦，就排决定诶。安尼好啊，像想要最后一个，现在先决定最后一个好了，像想要最后一个。海尼去哦，还是海尼去哦？我头一个。我你在头前，是哦，好赞哦！是，来
来，海尼，我相信你，吼，我们混乱邪恶派的，来混乱邪恶，来，人家其实是，我准备奥斗，哎，准备就是好大个爆炸。啊，还有啥物人要换无？你感觉？来，啥物人有没有人要来猜？啊，还是有人要，我感觉路普嘛袂歹啊，都比较厉害好不好？就我讲的吼，嘿呀，对，我想好啊，了解。好啊，来，对，你甲迄个，你甲宇阳换，换一个，好，来，路不高好你啊，吼，然后呢，第四题啊，请大家先就是秒掉，就挂你的耳风，就除了迄个海尼之外，对，好，来哦，啊，海尼就要听我的声吼。对，耶！今日我即摆开第四题题目，互你。来，我看，变肥仔了，灵魂出来啊！主要是交魂时间上，一个啾啾，这啾啾，我先互大家看卖这题目。一个啾啾，你讲的其实嘛是对的，好无？这个啾啾，对啾，嘿，但是要安怎拍？你讲有需要我斗相共？嘿，一个咚咚咚咚咚诶，嘿，棍啊，要改卡。等个棍仔可能有另外一个放野球，应该嘛死掉。你该确定？你啾啾没有他进当咚咚康有康哦 ，OK 赞。啾啾嘿，但是科技系康。对啊，一个什么字？字是安怎？三个字，有提一个棍，提一个棍架，啾啾，卡里去康康。其实我听有呢，我感觉应该会使会款，我感觉。你来试看卖无？好哦。好，那我叫迪卡来啊！嗨，轮到我嘛，来，给我听到，来，我来啊，来，好哦，来，海尼，来这里讲，三个，好。我一个啾啾提起个棍人个扣康康，等下你去康康，要扣，哦，康康就是扣康康，喜康，不是康康，我头卡有康，嘿，等下也康康啊，你讲三个字，我知，毋知你知无？我会晓伊的歌，伊的有一个迄唱歌，迄老亲像无变化，足讨厌落雨天啊！而且一个迄 rap 诶，迄歌手，伊的名，伊有三个字，伊的名就第三个无同名。等下，我整理一个哦，三个字，有一个歌手，伊的名就是这三。这啾诶，运动同款。嘿，好，这是一个球，三个字。你讲涂骹有啥物？有康康要这好，等下是一个球吼，一个运动吼。
嘿嘿嘿好嘿嘿好，嘿嘿啊三 A 字，涂骹有空空，这个球敢会足细？诶嘿诶诶诶，是白还是乌的？是白的白。好好好，我应该知影是啥货啊，毋过我毋知影迄台语要怎讲啊，晓兴啊，晓兴，好，海尼多谢，哦，水啦，海尼应该是就是迄个，迄是毋是足贵的？这个球是毋是足贵的？嘿嘿嘿，哦足贵的吼运动足哦，贵，哦，这个运动，嘿，拍这个球足贵，好好，安尼应该是迄好，安尼我知啊，啊，晓兴啊，要怎讲啊？等下，好，来，传落去，多谢，多谢，多谢这个意思，看到希望的意思。我头拄闭目养神，我弟弟在吸收咧，海尼在讲啥？闭目养神下面意思，你闭目养神是我要吸收海尼告诉我的东西。对，好，来，来，米露对，你详细教我讲，我知影这是啥货啊？来三个字，我甲你讲。这是一个运动，一个球类，球，好，真正是，哎呦，开足侪钱的，都有钱人咧拍，你敢知影？有钱人咧拍球，哦，我知啊，我已经知啊，你应该知影吼，啊三 A 字哦，啊这个球足细，白色的，吼，白色的，有康爱龙，哦，水啦，米露，传落去啊，会当传落去啊，好，来，这我刚刚问了，问啊，好哦，好，来，大家做位冲，好啊，哼，来，玉瑶，你敢有听到我声？有真清楚。 OK， 这是一个运动，有三个字，伊是一个球类运动，球，错，对，有钱人咧拍，有空爱弄入去，球类，空爱弄入去，几个空？足侪都的时阵，有12个空。 12个空？伊是一个球，足细，有一人咧拍，你敢知？有一人咧算？伊个球是啥物色的？白色的。白色的球有一个人拍，有足侪空。有一人咧拍，你毋知？是一个人拍球。 一个毋是一个人，毋是一个人，有钱人，毋是一个人，有钱人，好，看你冇市场，好，有钱人咧拍的，卡，安尼我知啊，你知啊吼？有钱人，毋是一个人，有钱人，说，哦，下一个啊，好，下一个啊，好，啊 ，OK， 下一个是路虎 ，OK。 一数，呵，恁婆刚有听到我的声？你好，有来啊，好，这是一种运动，有三个字，三个字的运动，好，嘿，伊是一个球类的运动，迄个球是细细粒啊白色的球，嘿，高尔夫，大概一下，你我他妈，我没讲啊，没错啊，已经有出来啊，已经有出来啊，就是细粒啊白色的球，啊，佫三个字的球类运动，就高尔夫无啊，刷球，哇，叫做刷球，哦，叫做刷球啦，叫刷球。哇，我够厉害！露布，你是安怎？谁知影？他在小山坡上面打的，嘿，你看怎样？就是伊爱有刷加一张爬，哦，刷球听起来好像沙球，对，沙球，是刷，哦，刷的鼻音吼，刷。啊，有人嘛是讲高尔夫啦，就是嘛是有人啊，直接安尼讲。对，因为是日本时代时阵，对，日本时代时阵那个团的。讲高尔夫，哦，啊，露布，你是安怎形容水就知影？就是现在我开始我要在笑，因为我刚刚就厉害，秒杀，
是安怎？你是听到什么物件就随知影啊？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还没有人反应过来。好了，那我们第5题，我觉得要上一点难度了。大家真正完全都迄个，等呢，迪卡现在怎么无声？迪卡，我有声，我都无声吗？无啊，我有声。嘿啊，你头先无，你头先迄个我替你试迄个丢掉，因为你有写，对，你甲去舞其他的代志有一寡声音，有够紧，你头拄有法有够紧，有够紧诶啊！头拄我讲话拢无人听到哟，系啊，我是想讲豆腐那熊熊遐尔紧，就知影是啥货啦，哎哟。因为着3个你的球类足少的呢，我想要就第2个呢，3个你的球类运动无啊，高尔夫，系啊，高尔夫无啥，橄榄球，橄榄球哦，橄榄球我感觉台湾较含个人啊，是，对，嘿嘛对呢，哦，够厉害。对，上尾一个来，就是我爱出一寡较困难的，我来看卖。好，韩吉老师最厉害。伫迄个头前，伫迄个进前，恁敢卖得先讨论上尾一个上尾一个时阵的接棒顺序，这顺序敢卖换？我看一个。那当去有无？你要回去猜吗？还是讲好大的猜？好大的有。拢会使即马我看大应该还未摇过最后一个对，你还未摇过。来，大交互你好无？最后一棒。马西会使，咱大真正嘿，无问题。对，先带一切，你要看你要去算着马总甲我拖板知影无？我甲我拖板，你今仔日上尾一个。高互咱比如大，我刷落来。你头一个好无？好啊，嘛是会使啊。你头早有头一个过无？无，还未。哦，好，然后我们让海尼卸下这个重担，他压力很大，压力就大。惨嘛！我想讲最后一题应该就困难的啊。好，然后呢就是安尼啦，是安尼好啊。好，是安尼。来，除了迪卡之外，所有人秒掉，啊，还有迄个。对，秒掉啊！挂你的喜好，你讲讲话，对安尼。大家我加油，大家拜拜。你要准备好了吗？好，来，准备来，准备好啊！我来看麦。哦，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哦。好，我接好啊。好哦。我即马要看你的，等你哦，好。对，你来看我的画面。这边乱讲啦，就好哦，这是一个新啊，他成语他怎么讲新意吗？是成语怎么讲？惨嘛啊！你会晓讲无一定人听有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对无？刚真正是新意，成语的台语新意，是吼。给卡话嘛是使啊，像你即马嘿，给卡话，给卡话，好，这应该无人听有，好，成语好啊，我讲看卖啊诶，安怎？好哦，你准备好啊？我会当讲4个字就忍耐，就气，安尼讲会使。就气的，嘛无讲这讲。无一定是生气啊，无一定就你感觉好就好。好，啊，这4个字我袂用讲吼，不能提到吼，就是这4个字。对，袂用讲。好，够困难呢。好，来，那会使哦。嘿，好哦。来，好，下一个。惨嘛。会使啦。好，即摆海尼，你敢有听到我的声？海尼敢有听到我的声？海尼，你有报告，请即个海尼吼，
即马开你的麦，咱要传话咯。害你李长报告，李长报告，咱即摆要传话咯。有听到我的声无？害你李长报告。会喊一李长，伊无听到呢。嗨，害你来啊！我甲你讲，这题就困难呢。我甲你讲来4个字，吼，4个字。好，这是一句咱大家成语4个字。成语，吼，就刷落来，头一个字甲最后一个字是同一个，吼，这句话是表示，嘿，甲最后一个是同一个，嘿，是同一个字，吼，好，这句话就是表示讲，就忍耐，毋过就生气的，真正想要甲这个人。无想要忍耐啊，安尼，我咧讲啥？嘿，4个字是一句成语，我就忍耐的，毋过我无想要忍耐啊。你安尼你敢听有？我知，你知影？我知是啥？你知影我咧讲啥啦？嘿，但是你敢若讲着伊的字呀？无要紧，头拄仔汉琪老师讲安尼讲嘛是不要紧，对，是，对，好，安尼你是安尼嘛？对，你有是咧问啊？因为我只好安尼讲无，别个讲法我嘛无啊，就是做囡仔，毋过我即摆无想要囡仔啊。头一个字甲最后一个字是同一个哦，是一句成语安尼。我知。但是我一定会讲。好，安尼无问题啊吼。好啊。好，传看买啊，怎啊？不要紧，我对海尼有信心。好，整理好啊吼。你好，有听到吗？我听到。好，4个字是一个信物，嘿，要给我知，我知，信物，嘿，头一个字甲第4个字是相反的，共的，共个字，迄字的意思是，我无想要忍耐啊，无想要忍耐啊，嘿。4个字的成语，头一个字甲最后一个字共款，嘿，就是我已经无甲你挡袂掉啊，真正挡袂掉啊！嘿，我是真正挡袂掉啊，袂当忍耐，挡袂掉。嘿，就生气的，就生气的，就袂。你就生气的？嘿，我都袂忍啊。袂忍，无忍，无忍呢？毋是，无忍啊！无忍呢？我无要忍啊！你无要忍吗？你在啉酒哦？你不爱讲忍吗？你无想要忍啊？我本来反正我讲我毋知是啥物成语呢，但是即摆我毋知啊。忍耐就是无要忍耐。袂使忍啊，袂使忍啊。哦好，袂够当忍，挡袂掉啊。嘿，好，安尼我知。好，安尼我知，应该。好，你就厉害。你嘛就厉害啊，足够多诶。
你好，你好，这是一个谢意的生物，嘿，生物，越南生物，嘿，有，第一个字甲第四个字是同一个字，哼，就是这个生物是咧讲我挡袂掉啊，就是嘿，我歹讲错啦，舅舅，嘿，迄种不对，感觉。无爱错，谢生物，第谢生物，甲第四个字是共款，对，容可忍。啊对，就是我挡袂掉啊。就是这。嘿，我感觉是这啦。呵，无就安尼。哦，就安尼，就安尼。好，我来讲看到我的声。今仔上尾一个人，哼，这是一个成语谢字。哎，嘿，伊头一个字甲上尾个字是共款的字。头一个字到上尾的字是同一个字，嘿。嘿，意思是我无爱搁较认，我无爱搁较我无爱做人啊啦，伊拄则是安怎讲的？我不爱做人啊。嘿，头一个字到上尾的字是共款的字。一个人若是一直互人欺负，伊上尾会爆炸嘛？伊爆炸了后，就是讲你安怎？你安尼实在是伤到过分啊！我要报复，还是讲我要报警？伊的反应是啥物？伊的反应是嗤笑。不是去叫谢你。谢你要想要笑。伊感觉感情就是一粒球，伊互人一直压落底，压到上尾，伊会不是爆炸，伊会弹起来，伊会弹起来。哼，球，迄种感觉，我想看袂好。头一个字甲第四个手，忍无可忍啊！走。我是应该是一个。我大家会使打开啊！有啊！为什么？我在我这里。我下午回来啊？不，我有听到我的声音吗？你讲那我赶快讲有给谁安呢？我才没有这样讲嘞！什么啦？我才没有这，我才无讲什么，你会让你讲，我才无安尼讲嘞。我跟你确定咧，我头拄讲，我跟你好笑。而且我头拄我的麦克讲歹球，我头拄有想讲买赛了，结果我的麦克直接无法度发声，有够好笑。我拖的时阵我跟你看到过啦，对啊，不过即摆是大家拢约着啊吼。有哦，头拄迄个。米露大，你先讲你的迄个，忍无可忍呐！是哦，是啊，是的，上面四条我家，就厉害呢！啾，等下，我想要问一个，就是雨瑶，你有看过啾无？你伫你的世界有看过？我无爱做人啊！我有看过伊的迷音。OK，所以你也是知影。作品本身我是无看过啊，作品本身吼啊，所以忍无可忍的台语，这是边哪打？伊是讲好久袂真得少，就是好久就是气喘啊，忍袂掉要哭烧，伊就是忍无可忍的意思。好久袂忍得少，我见人看到你对我大细声，我就好久袂忍得少，想要甲你相拍。好久袂忍得少，够歹读诶。好久就是气喘。好久，我本地好久，感觉是黑久诶。黑姑嘛，我讲唔就是黑姑，你这样专业
那安尼就是我先去变数一个，你替我颁奖好无？今仔日对啊，我来讲一个，嘿，有俺颁奖啊，所以就是我互迄个奖状互迪卡，啊迪卡就恁今仔日阮有两个奖嘛。哦，头一个迄个上高介高 carry 奖，对，是会互你迄个大全套，咱今仔日迄个文化部的迄个特色周边，啊，有大纸，啊，有迄个朋友，啊，有迄个就是迄个啥，啊，有迄个跟胚就是那个明信片，对，好大家，啊，即马真正就歹选的，我今仔日大家真正都就搞的，我免怎选啦，哦。我会先去，我去变数一个，你家己思考一下，你们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大家大家讨论一下。好哦，安尼要怎啊？我想讲，大家拢就搞的呢，我要访问一个来，以后若是你感觉今仔日啥物人表现啊上好，表现得最好，就是最聪明安尼，你感觉咧？我讲法我觉得是路普就我的印象，我自己记得的印象就是上一题我刚讲完都就是在最后一我也是倒数第2棒嘛，才讲完没2个字，然后路普就猜出来了啊，够厉害的对，有秒猜，有这个印象，秒猜，哦，好哦，路普来阿丽咧，你感觉咧？哇，对，我感觉迄余姚足够诶，哇，你们就是迄我第一题诶时阵，迄舒服咧真正足歹讲诶，对，后面迄舒服咧会安尼足好诶传落去，是因为迄余姚甲伊迄通证诶足好诶，通证诶足好诶，嘿，你感觉是余姚？嘿，我感觉是余姚。好哦。哇，真正就歹选好，安尼米露大，你感觉是倒一个？我感觉是我海尼，我感觉就赞诶。好，伊台语そんなにうまくないけど。そんなにうまくないけど。老寮讲的时阵就赞诶！哦，你讲的时阵就拍拼的啦，吼！啊，是拍拼啦，好就拍拼讲的安尼。我等来啊，所以大家有投票不？无啊，基本上有投票表决吗？这个有审过吗？等呢，对啊。什么？你们要采保留态度吗？那你干嘛让呢？嘿，别再保留啦！哎，今日你信过啊？无啦，因为他对就是我的问余姚，感觉像人较好，啊余姚就讲路普嘛，啊路普就讲余姚，啊即马米露大来讲海尼较好，啊即马咱来海尼，你感觉咧？海尼，关键的几票？嘿，我感觉所有人都就厉害，所有人拢就厉害诶。嘿，对，因为内面是我大意上歹，没啦，你冇讲就好诶。啊，无，你今日就拍拼，你是上认真诶。对，对啊，真正就认真诶。恁安尼会互我就是要逐个人拢颁奖诶，因为我感觉今仔日拢足认真诶。系啊，无安尼啦，咱选两个传声机，咱选两个 carry。好哦，传声机就是嘿，你先讲，还是甲伊拍灯。大家无去嫌。因为我是一边搜寻一边听做翻译。你就搞，你就搞，嘿啊，那你真正就今仔日真正这个奖品爱互你啊。对，我感觉其实海尼真正就尽量讲台语的，所以这个团话这个奖，咱其中一个互海尼好不？好，会使，无啦，安尼啦，我有加码啦，好不？就是选两个，就是今日4个人，咱两个，大家拢有奖，人个拢有奖，我是把安尼感觉，系啊，按班啥，你家己决定，好不？咱哋底下决定。我决定吼，好，安尼，我想讲，头拄我就讲过先预邀，我先为迄个架手柄办到倒手柄，好哦，对，你参考。
安内吼，来，我先从左边翻到右手边。我觉得我们华语重新再讲一次。我们是觉得这次来宾们真的都很厉害。我们先给大家拍拍手，真的，我今天就厉害耶。对，所以我们原本是一个奖项只颁一位来宾，但是大家真的是太优秀了，所以大家都有奖吼，所以就是这2个奖项我们各颁2位来宾，好不好？耶，赞赞，耶！所以今嘛咱来颁奖来，等我一个羽瑶的部分，我感觉是真正就是 carry 啊，你感觉嘞？对，是。嘿呀，我嘛会使就是通过，是，我嘛感觉就是最厉害的。对呀，真正是最厉害的。大家拢听有足够嘞。嘿呀，真正是最厉害的。高追，赞赞，我刷落来，比如大，嘿呀，真正最高的。啊，毋过比如大，我想讲，比如大嘛最高团的，迄当时咧团什么坚果？定个嘛，定个的时阵，定零的时阵，讲什么是我的朋友，啊，头到嘛是朋友，现在就好爽对，嘛是，对，所以我感觉咱大个嘛是会当摕一个团委这个奖，安尼大家感觉好无？最佳传声机哈，对，没有错，多谢，对，然后刷落来，咱的入部真正。一定爱 carry 一个，有无？真正有够高的啦！来，请你唔干什么啦？太高啊啦！你稍等一下，我先问你，迪卡迄个种种坑伫对，伫咧遮啦！我即摆要用啊！我来，嘿，来，嘿，来，我甲你讲，来，即摆你坑伫对，遮，嘿啊，好来，好哦。好，咱即摆我去准备一个，我准备的种种。好，咱来准备一个种种。然后呢，就伊伫咧写种种的时阵，我唱歌，哒。咱是来预约的，好，然后呢，咱先看卖第三个，咱的这个路谱，你讲嘛是 carry 奖是吧？对 ，carry 奖。来，第4个，然后呢，海尼你爱互你什么奖？先互大家看卖，就是阮的奖状，好不？我们现在让大家看我们特别有写的奖状，因为奖状内底呢，其实有写恁会得到什么奖。对，来等你哦，拄啊要好啊吼，那是非常精美，就是我做差不多。做几个波，真的是几个波，嘛无啥物，嘛无啥物厉害，嘛无啥物了不起的，有啦，还是就厉害。大家应该会知，这是我们株式会顺，好不好？我们株式会顺特别的那个特别的迄个种种，所以我们这边有好。啊，李强我已经对啊，我已经准备好啊。不过在颁奖之前，我们也先给汉吉老师拍拍手一下，因为他为了这次这一段时间的企划，今天就辛苦哎，来，咆哮催泪，真的谢谢。下催泪，谢谢。然后。那我要到菊瑶这边，好尽量去，每个都去闻一下，批判起来，好不好？也中色喜，好吧，我们这个总算圆梦成功，真的啦，真的谢谢你了。来，大家就来，首先嘞是我们的菊瑶，恭喜你来上届KRI奖。好赞哦！多谢大家，耶！盖高追呢？哎呀，人家盖高追吼，你敢那么大张哦？哎呀，超大张的，好不？太大招。哎呀，你看无？迄个你行安尼去都看无啊？哈啦，有啦，我想讲，互大家看一个，韩吉老师做啊最辛苦的吼，会当摕到什么？对，股份票，对，零元代表。虽然讲有就这空的，那后面有很多零，但是前面没有一，所以不好意思。别，哎呀，就赞嘞。对，就是咱公司就是零派的股份，对。好，咱感谢咱余姚嘛，恭喜来摕到啊，来余姚的吼，摕到啊。好，来咱刷落来，就是咱的米露传声机的米露袋，来，是啦，来嘛是有股份哦，吼，零台票，等一下，
恁代票就是新台币的意思。嘿，对，嘿，无对。来，恭喜咱的美女大姐就酒高团的吼，多谢吼，谢谢。来咧，即个蒋总咧大咧头壳顶，吼，大家有看到吼。耶！是，谢谢你们，好辛苦啊！啊，刷落来就是咱的露布，来，露布，多谢，哦，露布，露布。真正有够 carry， 真正在秒猜，你知无？有够厉害，哦，有够厉害诶，有够厉害，刚甜啦，无啦，你真正是就厉害诶！你那个秒答，我真的是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世人袂记得，袂记得，一世人袂记得啥意思？真的，一世人都会记得。我记得啥意思？你一世人会记得啥意思？没有啦，记得耶！我一世人都会记得哦，差点用成日文文法负得正，但嘞，今仔日变做啥物？今仔日变做是心结大会。无啦，不心结，不。后壁爱开一个记者会时咧啊，会时咧啊，参嘛。好啦，来最后咱的海尼，海尼真正就拍掉诶，海尼今仔日真正就无我要讲啥咧，真正是专心全程专心讲台语呢，他真的很努力在讲台语诶，对不对？讲台语啊，对，专点。而且个就认真，一直咧查，就厉害。对，就拍表，真正辛苦你啊！嘿啊，真的，真正是刚才所有这个好来宾，我们真的很感谢。对啊，真的，没错。对家较有信心，而且你真正是足够足巧的，系啊，你对家己较有信心的。系啊。可爱，对啊，好啦，对啊，大家今仔日对，咱差不多，你加买好啊。系啊，安尼差不多应该，咱今仔日的节目嘛，差不多要结束哦。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来宾。对，那讲台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那不生气的话，那是要去向参迪卡甲韩吉老师继续来讲台语哦，吼，多谢大家，吼。对，而且嘛是会使，若是讲你想要看搁较侪即款的节目，你会使伫下骹留话，就是讲即马甲咱的迪卡订阅，咱应该讲有3场，还是讲是应该是3场，就是台语相关的迄个Q&A，嘛是甲其他的，搁有其他。足侪 VTuber 的好朋友，让大家做伙算做伙来讲其他的台语。或者是讲你有你家己想法嘛，是会使留话讲讲，对，嘛是会使加入咱的 Discord 嘛，是会使。谢谢，感谢大家。对，在最后的时阵呢，我们也来访问一下来宾，有没有什么要宣传的或者是新的部分，好不好？来，头一个是雨瑶，来，今仔日有好耍无？好爽，嘿嘿，心得太多了，一瞬间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总之，能够一次跟这么多可爱的 VTuber 们一起参加活动，然后讲台语，是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那这边我可以稍微宣传一下事情吗？当然可以啊，嘿，尽量讲。那其实啊，今年10月，雨阳呢在戏院有举办我的线下的演唱会。那我们是对，我们有前篇跟后篇。那前篇呢是在10月的17号，续篇是在10月的24号。那明天8月15号也会正式开放观影券的预购。哇，明天。对，那如果等不及明天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有嘖的募资，单笔赞助满2000块以上就可以获得1张观影券。那1张观影券就可以观看 A、B 2场，就是前篇跟续篇2场的演唱会哦。哇，欢迎大家来戏院看我！天哪，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耶！那太阳好消息，这么才讲了，不要再抢票啊！有啊，以后今仔日咱台语讲到就认真诶。雨瑶，你真正台语讲就好诶，你真正袂晓讲啊！太完了，对啦，真的谢谢雨瑶，今天是把一整年度的台语都讲完了吗？不会啦，如果我的使用者们会讲台语的话，我的声库也是可以讲台语、唱台语歌的。すごい，
没有问题的。感谢雨瑶万能哦，我们的女神，我们再次感谢雨瑶，刚小丽给那里来气头，谢谢，谢谢迪卡，别这么说，谢谢，哦，来刷到来的比如对，哇，给那里有好什么？好爽！哎，对，今仔日你讲台语的时阵，我感觉嘛少点等的呢。你讲有压力就大的。无呢，凊彩讲啦。哎，凊彩讲讲平常时都是迄超代志的，就真正是大的。每年开始要每年选日本呀，每年平平常常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好，哎，平平常常咯。但是真正有调这个地位吼，这个台币款就交互你啊，吼，帮我们谋一下福利，谢谢。我去做你的主人。比如大讲有啥物？嘿，你宣传呢？嘿，无呢，明仔载讲有。对吼，明仔载迪卡啊，搁有拍轮椅，啊，搁有欧达，有一个3D 的卡拉 OK， 大家会当来听阮唱歌啦。来，谢谢，这个比如大这个封面做个真有够水的。明仔载去唱海波浪，真正是大的。真係大的，係咱期待一下。對啦，海波浪嘛。對啦，嘛是咱期待一下，嘛真正就感謝這個米露大的邀請，係啊，真的謝謝。你也在唱迄歌愛你一擺，請每年歌愛我一屆安尼，這投票好啊！感謝大家。對啦，每一天都就愛，每一天都很愛我們米露大的，對不？吼。對。好，謝謝米露大，感謝你今仔日來佚佗，謝謝。有請。哦，媽你講，看到你就歡喜嘅，謝謝，吼，感謝。來，哇，真正就緣到嘛，就水嘅，這個都不，哇，今仔日生個歡喜無？有歡喜啊！我今日來遮就是要甲我迄粉絲啊，證明迄我會曉講台語，伊都無相信。你看，你摕銳獎，好摕轉去啊，有無？對，你的迄個精明幹練真正是對，這個要給你繼承的。雖然我們這裡也沒有這些東西，沒有這種東西。哎，不是，有啦，季老師有啦，我是有啦吼。哎，老婆，丟，就是無啊！你你家己這物件就當丟，你家己講丟。我交互女僕啊，安尼好無？吼，有這個物件，啊，毋過即擺交互女僕啊，女僕好無？幫我介紹一下我的精明概念，好不好？好，女僕係啊，我讓你來講，係啊，我來講，都我來講啊，吼，係啦，啊，今仔日嘛是女僕，足濟粉絲嘛是有來咱兜來佚佗，啊，女僕今仔日有啥物代志要過來宣傳一下無？有哦。嘿，我伫迄8月的時陣是我的生日，啊，我有做2個發表，一個是我的新衣裝，啊，一個是我的完唱，就是我的原唱曲《Born Ready》。哦，小好聽邀請大家來聽我的原唱曲，啊，還有迄新的衣服的周邊，很新衫的，會當來看一下，還有明仔載嘛是暗時10點的時陣有甲迪卡的合唱。在迪卡合唱，對，毛迪卡，謝謝毛迪卡，係啊，對，今仔日真正就歡喜會當邀請到咱的女僕，其實我足久之前就是要邀請女僕啊，毋過真正攏無時間啦。啊，拄啊好，這女僕嘛穿新衫，而且伊的歌是伊家己做的對。女僕這個新曲是不是你自己做的？我有作詞，有參加迄作曲的一半呢。你看有夠誒，真正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係啊，嘿，真正精明概念一定要去聽哦，吼。好，今日謝謝女僕，謝謝女僕，感謝吼。來刷落來，海妮，哇，你今仔日講足濟台語誒，你來，你平常時真正無咧講吼？無，咁真是。行，你就想到，你就要學被蒙打給，你這樣怎樣？他詞窮了，他已經講到就是你就要去警察的朱警官。啊，係你今仔日講這遐爾濟台語啊，真正有壓力就大嗎？我就緊張，啊，你即馬想要講國語啊嗎？還是繼續咱來講台語？講華語。
华裔华好裔。，那我有传图给迪卡，就是那个图要麻烦迪卡帮我好的，没有问题。谢谢。那今晚来下子好那啊，你先我看掉啊，对，掉好，那我先说，好非常啊，谢谢韩吉老师，还有这个迪卡老师的对邀请，对对，然后我直接让我能投起来够参对，我能够参加这个就是这个台语的联动节目，我很开心，然后也很开心能够跟夏雨瑶还有咪露以及这个波波，嘿嘿，我很可爱，然后能够一起联动，很开心。我刚刚听到，其实我一听到波波跟那个夏雨瑶的那个台语，我觉得哇，他们的声音好好听，然后很顺，然后还有被咪露的那个就是台语的腔调，就是哇，可爱到了，可爱死了。然后非常感谢刚刚在那个评语的时候，他夸奖我，对。就是ミル先輩褒めてください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えいえ。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した。みんなお疲れ様でした。お疲れ様で Open my した。 bro，那突然那熊冰冰冰盖对不对？天作李文海信对，啊，你红然过你。后关，然后我跟你讲，台语就是啊，就觉得观众大家也那个就是可以接受我们用奇怪的语言突然穿插，也谢谢观众们，别这么说，接受我们的奇怪语言。不会不会不会。再来是我们这张图，学习路上。对，再来是我们的这张图的，这个呢是我们8月30号会有一个海尼的那个，我刚才有看，但是我不会念，它叫能就对你2周年的发表，我不知道为什么周年它写对你，对，对你，就是嘿，对你，对你，对您。美你，哈哈哈，对你2周年，对，然后的一个重大发表，然后对，然后时间呢就是从晚上的10点，对，就是在8月30号是礼拜日的晚上10点，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呢过来听听，过来参与，然后过来看看我们的新形态哦，对，好的好的，哇，新形态。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不客气，今天的不嫌弃，谢谢。太客气了，而且我想要讲，海尼你的声真正嘛是有够古锥，烧古锥，你敢知？嘿，你是今年头一个，还是讲进前头一个听大人安尼讲？讲烧古锥安尼，对，惊到安尼。吓到，因为我的直播的时候讲台语，我们公司的人都会就是营运会说你别讲，因为你讲台语人都跑光。不会不会，你今天开启了台语市场了，从今天开始好吗？你台语讲起来就古锥诶，对对对对，我这人讲实在话的，没有精明概念的人，我是不会这样，我是绝对不会讲他的。你说你可爱，你就是真的可爱。对，真正古锥，好不好？好，谢谢。其实真的，来，我们这个大家要记得海尼的重大发表，一定要去哦，好不好？支持起来，谢谢谢谢。刚温刚霞，哇，今天真的好感谢大家，只要台语公案5够认等，嘿呀，全程讲台语的你们给自己拍个手手，谢谢你们，刚霞。好哦，应该时间嘛差不多啊，来，谢谢你们的参与。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文化部爸爸的赞助，我们这一档节目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啊。最后来韩吉老师有啥物代志要讲的不？无啥物代志要讲，是哦，耶！我讲啥？今日嘛真感谢大家啦，以后大家就是还有机会嘛是。大家当做家己刀，好不好？系呀，再来了，对，再来了。好，感谢各位。好，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要说拜拜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一个所在讲了。有哦，我看一个哦，来，好啊，起码咱吃花这个2周年的这个海星，嘿，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持续中？咱来看一个吼。好，来，哎呀，咱来这个讲，咱来去倒一下，我看一个啊。哦，上重要的是，嘛感谢今仔日的观众愿意陪咱伫遮就做伙，发现台语更较好耍的物件。对，无唔对，好哦，咱再给一个。谢谢你们。好的，那么伴随着迪卡算是比较独家的游高雄，嘿，这温刀啦，不是温刀啦，温高雄啦吼，各式各样的这个高雄场景，也欢迎大家有空也当来咱高雄佚佗哦，吼，多谢大家，谢谢你们。那么我们要降落到直花的频道喽。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次回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感謝大家，对，感謝大家，感謝，谢谢你们，谢谢。来，我要带着我们好棒的，就是就有 Kitty 的来宾，降落伫咧呢枝花的频道咯。来，下好咧，安全的，准备降落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